台南湾里一间中央厨房的工厂，昨半暝加速爆炸，工厂拢毁掉。一个厝边因为天棚落来着伤，起火原因是爱个调查。敢是气势翕落来，加速爆炸迄时阵，现场是火光四射，也有浓烟。31号深夜，台南南区湾里地区一处中央厨房的工厂发生加速爆炸事件。台南市消防局是派17台车，总共32个人到现场来抢救，布水线来拍火，火势伫深夜11点10分控制以及拍花。刮到了啊，这里跟这里都被刮到了，结果没想到就这么幸运就被波及了。这中央厨房设备啊对啊啦。 咧煮中央厨房，咧算有咧煮食的吗？系啊，咧中央厨房咧煮食。中央厨房发生加速爆炸事件，工厂是几乎拢毁掉，杂物竟喷飞到马路上，现场的状况是真乱。案发地点是规排联动的工厂，经破机灵机一名30外岁男子捡落来天棚烫伤。好在在事发当时是深夜的时刻，中央厨房员工拢已经下班。那火是在20分钟之内就控制扑灭的。 那现场在邻居在当时也发生有一位民众有疑似因为气爆的关系有受伤，那现场也赶快有做紧急的处置，然后前往市立医院救治。警消人员初步检视失火的联动工厂有3间起火燃烧，燃烧的面积大约各15平方公尺。因为中央厨房外口有大型的加速桶，消防人员是初步判断有可能是加速外漏了后引发爆炸，但是真正的原因，就要等调火调科的人员鉴定了后查明。记者王正混蛋报道。来看桃园。